最近香港無線電視 TVB 高層樂奕玲喺街頭被一位男粉絲野生捕獲，呢一幕咧就迅速咧喺網絡上見到引起熱議。65歲嘅樂奕玲唔單止欣然應允粉絲嘅合照請求，仲展現出咧毫無架子嘅親民一面。喺事後咧，男粉絲將個合照咧分享到社交平台啦，咁就相中咧就樂奕玲咧就身穿住性感裝束噶，可以話狀態亦都非常之好，引發網民熱烈嘅討論，紛紛點讚佢保養得宜。據港媒報導，樂奕玲近日喺街頭咧被一位男粉絲認出，對方熱情咁上前請求合照。面對突如其來嘅要求，樂奕玲冇絲毫猶豫，微笑住配合粉絲完成合影。都想咧佢身穿低胸裝扮咧，氣質優雅又不失風度咧。65歲嘅年齡咧，完全冇喺佢身上留低痕跡。粉絲將個相上傳到社交平台之後咧，迅速引發熱議。網民紛紛留言驚嘆：樂小姐狀態太好啦，邊度好似65歲？更加有網友直呼佢嘅穿搭尺度爆燈，卻又恰到好處，展現出自信與從容。平時咧俾人感覺非常之高冷嘅 TVB 高層啦，今次嘅親民形象咧，確實俾人意想唔到喎。咁作為TVB 嘅高層咧，佢平日咧更加多咧就以幕後決策者嘅身份咧就出現喺公眾視野。呢一種街頭偶遇嘅親切一面，着實讓人眼前一亮。網友們咧喺評論區刷屏啊，咁稱讚佢不僅事業有成，咁連日常嘅生活中嘅互動都充滿魅力啊，堪稱凍齡女神同親民大佬。樂奕玲喺2003年嘅11月加入無線電視，擔任藝員科助理總監。2004年5月升任製作資源部副總監。2008年1月升任製作資源部總監。2016年7月升任助理總經理、藝員管理同埋發展。作為 TVB 嘅製作部總監，佢多年嚟為香港電視行業貢獻咗無數嘅經典劇集。咁眼光獨到嘅佢呢，從《宮心計》啦，到《溏心風暴》啦，再到近年嚟嘅《使徒行者》系列，樂奕玲嘅名幾乎同 TVB 嘅黃金時代畫上等號。樂奕玲嘅職業生涯並非一帆風順。早年呢，佢從基層做起啦，憑藉對影視行業嘅熱愛同敏銳嘅洞察力，逐步晉升為 TVB 嘅核心人物。喺佢嘅帶領之下， TVB 唔單止推出咗多部膾炙人口嘅劇集，仲成功培養咗一批批新生代藝人，如佘詩曼、陳豪、胡定欣等。佢嘅決策風格果斷而大膽，敢於嘗試新題材，咁同時咧又能夠精準把握觀眾口味。呢種能力等佢成為 TVB 不可或缺嘅靈魂人物。除咗專業能力，樂奕玲喺圈內嘅口碑亦都極佳。佢為人低調，鮮少喺公眾場合過多談論自己。一個成功嘅女性咧，可以喺高壓嘅娛樂圈裏面揾到自己嘅位置。咁同時咧，保持優雅同埋從容咧，實在係唔容易啦。而呢一次街頭合照，樂奕玲嘅裝扮成為嘅討論焦點。網民們喺社交平台上紛紛表示，65歲仲能夠咁有氣場，年齡只係數字，自信先至係關鍵。事實上啦，樂奕玲嘅魅力咧，唔單止係在於佢嘅外貌或者係着住，更加在於佢對工作嘅專注同埋對生活嘅熱愛。作為一個喺娛樂圈摸爬滾打數十年嘅女性，佢深知行業嘅艱辛與挑戰，卻始終保持積極嘅心態。從幕後到台前啦，佢用自己嘅方式咧就證明年齡從來唔係限制，能力越大責任越大。真正嘅俾佢喺呢一行業堅持落去嘅大概係內心嘅從容同熱愛吧。